咧就係美國隊嘅國歌，跟住咧就係中國隊。好咁啊！就國歌完畢之後咧，好快咧就會介紹啊首發陣容，睇下邊啲球員咧係可以咧係以首發出場噶啦。咁啊，我哋咧手上面亦都有一啲名單啦。咁啊，發覺咧中國隊方面咧，我哋嘅首發陣容咧係同啊之前2日咧係一模一樣噶。咁啊，即係話阿雷 Sir 所講咧，黃寶全教練已經係揾到佢心目中最理想嘅陣容啦。咁啊，所以咧每一次咧都係以呢一個首發嘅陣容出場。係啊，咁啊兩支重炮咧就係黃一梅同呢個新人咧陳麗儀咧打對撐。咁啊薛明咧同馬韻文咧係雙塔，加埋咧就係隊長二傳咧係魏秋月咧，咁啊應該係最佳配搭㗎啦。好啦，咁啊裁判方面啊，第一裁判係墨西哥嘅馬斯亞斯。第二裁判咧就係路迪古斯咧，就係蘇珊拿嘅呢個西班牙籍嘅咧係國際裁判。好啦，咁啊睇睇美國隊方面呢，佢哋嘅首發陣容又係如何啦？咁將會同大家逐一介紹。Presentation of the starting players.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. 美國方面先，首先2號嘅格拉斯呢位二傳手1米84。7號嘅布朗副攻1米88。11號嘅拉順接應二傳1米88。18號嘅湯姆，16號嘅艾堅拉迪和。19號嘅賀加，大家一定要留意賀加同埋呢一個湯姆啊嚇。咁啊，佢哋嘅自由人呢就係5號嘅舒高拉，佢哋嘅教練麥古哲倫。咁呢位呢就係啊喺08年啊帶領男排攞奧運金牌，而家轉教呢個女排噶啦。好，中國方面呢，1號嘅係黃一梅，8號魏秋月二傳手。10號李娟接應二傳，12號薛明副攻，14號嘅陳麗儀，15號馬韻文，自由人7號嘅張嫻。教練呢就係今年3月25號上任嘅黃寶全教練，咁佢呢原先係天津隊嘅教練嚟㗎，喺8屆嘅全國賽入邊攞咗7屆嘅冠軍，咁而家呢嚟帶領國家隊。哇！咁啊現場呢觀眾呢已經呢就係啊坐得七七八八啦嚇，入座呢亦都非常之好啊，氣氛好熱烈啊！咁啊，我哋咧亦都有啊，係有專業嘅啦啦隊咧，幫兩支隊伍咧係加油打氣。咁啊，兩支隊伍喺香港站咧都係未輸過㗎。兩支強隊對壘啦。魏秋月首先發球。拉順打呢邊啦，到再俾翻嗰陣4號揾去黃一梅啦，哎呀唔啱啊！
太鐵網，亦都咁矮咧，就最罩忌咧呢啲咧係俾黃一梅打啊！好啦，美國隊咧先攞1分。16號嘅埃堅拉迪和去發球，1.91米。中間打快線1-1。中間一個快攻，又是咧係俾石明咧得手。好啦，黃一梅2號位上嚟打，好嘢！黃一梅守到，再俾翻2號位呢邊咧，李娟卓落去，好嘢！接應二傳，李娟。李娟咧喺2號位咧，真係打得得心應手啊！而家黃一梅繼續發球，哇！殺少啦，唉，可惜陳麗儀咧冇準備。陳麗儀點打？又係咧太鐵網一樣，太鐵網咧好難打呢啲波，冇辦法。其實應該咧頂佢過去就唔好夾硬打。咁啊見到咧魏秋月同埋陳麗儀咧溝通咗一下㗎，希望有啲改善啊，兩個人之間嘅默契。捉埋捉好，又係快攻，好嘢，石明，都係石明咧快攻。連續咧2球快攻咧係非常漂亮啊，石明。薛明咧就落咗去開波，叉燒啦！哎呀，可惜捉手出界3平。美國隊11號嘅拉遜發球啊，呢位係接應二傳嚟㗎，1.88米。張嫻收正，哎呀，呢個波幾乎有誤會啦。安全過網，貝飛，哎呀，貝飛唔起啊，反而咧一個虛攻，布朗咧係打得精口啦，好精啊！見到陳麗儀咧俾佢哋呃到啊，啱手啊，飛唔起啊，好嘢，中行上網，貝飛搞掂，馬韻文真係馬韻文即係馬韻文。咁啊見到咧喺短短幾分咧，我哋已經2號位嘅貝飛啦，咁啊中間咧就有薛明嘅副攻啦，真係唔需要一定靠4號位啊黃一梅或者陳麗儀喎。又係貝飛，你來我往啊！布朗咧亦都唔輸蝕啦。比4。布朗發球，李娟上網唔做啦嚇，俾分啦，阿梅咧後排衝上嚟打個後排攻，救到，湯姆出手，救到好嘢，貝飛，打落去咧係陳麗儀嘅手頂咧彈出界。頭先呢個波啊係阿黃一梅啊喺後場嗰度救翻起嘅，連續救2次波，哇！真係精彩啊！我真係發覺佢咧係靈活咗多好多啊！可能係減磅成功。李娟上網，哎呀，又係呢個波咧，將個波拱埋網咧就冇得打嘅，又成咧你打貝飛冇得啊！一定咧要調整翻先得啊！個太心急啦，7-4。中環上網，呢段攻擊好嘢！哇，魏秋月咧係睇到機會，一個咧2段攻擊。我諗陳麗儀嘅發球，21歲，來自天津嘅小將，啱啱加入國家隊幾個月嘅啫。佢拉順啦，踢貼，好冇咯，出晒
武咧都已經咧係翻盡㗎啦，都冇辦法啦。6-7。睇下陳麗儀發球，上網唔錯，4號位俾翻啲別多冇打，救到黃一梅，掟啦，仲係多冇，好波，張蘭好嘢救呢個波，再俾翻啲別多冇咧，再翻翻過係梅飛，好波，艾堅拿拉和迪一個背飛又成功，8-6咧，第一次嘅技術暫停。好，咁啊，美國隊咧係率先領先咧，係進入第一次嘅技術暫停啊。有機會得到中國女排。